林小飞啊，林小飞，这么多天不见，你真是一点儿长进都没有。对这本杂志也能犯花痴，对不对？你还说我呢，死丫头！打电话约你，你又不过来，怎么？今天有空了？这个最近情况有点特殊，我刚刚快换了一份新工作，还有那么一点点不太适应。真的真的？那工资待遇高不高？还可以吧，反正比之前很高。看来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你气色都好多啦。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特别无聊，好压抑。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儿？既能赚钱又轻松，你还真以为是天上给你掉了一块大馅饼出来啊？可是我梦寐以求许久。我真的，哎，死了，都怪你，怪我，怪我。蒙丽，哎，干什么呢？哥，我等着上夜班呢。走吧，跟哥吃饭去。不行啊，一会儿老板扣我工资了。工时费我出，上车吧。行。哎，龙飞，跟老板请个假啊。好嘞。这眼睛，哎，哎哥，你小心点，小心！哥，你咋了？是不是有人惹你了？谁敢惹你？你告诉我，我干他去！哼，臭小子，你别没事就打来打去的，有些事情啊，不是可以用武力解决的。那我管不着，你是我哥，谁要敢惹你啊？那我就一个字，干！有时候我还真挺羡慕你的，可以什么事都不用想。其实吧，